難做嘅嘢又冇做啊。Hi guys，聽到呢句，腦海入邊第一個浮現嘅畫面係咪嗰個一生橫練肌肉、又喪又串，連關老二個像都咁踩碎嘅東星烏鴉呢？冇錯，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香港影壇上可能係最型嘅反派張耀揚。而家嘅張耀揚已經60幾歲，雖然淡出咗銀幕好耐，但偶然喺社交媒體都會見到佢嘅身影，一頭銀白長髮，身形依然咁 fit 咁勁，嗰種由骨子裏滲出嚟嘅霸氣，完全唔會輸俾後生嗰陣。曾經有一個都市傳說，就係話張耀揚當年拍《古惑仔3之隻手遮天》嗰陣，扮烏鴉話關老二拜你有春用咩，仲一腳踩落個關公像度，搞到撞邪嘅傳聞。當年烏鴉呢個角色係經典中嘅奸角，夠型夠串夠喪，仲要夠冇人性，連大佬駱駝都照隊冧。電影開頭嘅一幕講佢要喺手下面前踩碎關公像，突出佢冷血無義嘅角色形象。傳聞話當年耀揚哥極度抗拒拍呢場戲，因為關公喺民間信仰係正氣嘅化身，覺得咁樣係大不敬。有傳劇組當時為咗逼佢拍，甚至要用解藥嚟威脅佢，最後要封翻封66,660蚊嘅大利是俾佢壓驚，先完到場戲。都市傳說話張耀揚拍完之後經常發噩夢，夢見關公嚟揾佢，為求安心，佢事後自掏腰包使咗10萬蚊打造一座新嘅關公像供奉，仲要每日去廟宇燒香，甚至餘數3個月嚟贖罪。事隔30年，耀揚哥終於喺一次採訪入邊親自解開咗呢個謎。佢話其實當年身為演員，佢明白要配合導演同劇本嘅藝術需要，雖然心入邊確實有不安，但並冇外界傳到咁誇張話要以死相逼。佢話自己確實已經餘數多年，但原因唔係因為驚撞邪，而係純粹覺得隨住年紀大，食齋之後身體反應更好，排毒更清。佢仲好幽默咁話自己個人咁陽光，撞邪呢啲嘢點會發生喺佢身上？講返張耀揚嘅出身，佢人生上半場其實係一部典型嘅香港基層奮鬥史。1963年出生嘅佢，9歲嗰年，一場嚴重嘅車禍奪走咗佢大半嘅童年記憶。呢份陰影令佢細個反應比較遲鈍，學業完全跟唔上，小學都留級2次。因為讀書唔成，佢好早就出咗社會，喺地盤搬抬擔水泥。唔知係咪因為呢啲粗重功夫，無意中幫佢練就咗一副咁大隻又霸氣嘅 figure。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佢喺街頭俾星探發掘去拍廣告，之後踏入娛樂圈。無奈佢遇到人生中第一位伯樂，導演林嶺東。林嶺東睇中咗張耀揚嘅粗獷外形，由《風雲3部曲》《龍虎風雲》《監獄風雲》《學校風雲》開始，開啟咗張耀揚嘅惡人盛世。喺《監獄風雲》入邊，佢飾演嘅獄警殺手雄，對周潤發嗰種見到就想中佢嘅眼神，真係睇到觀眾咬牙切齒，連觀眾都想跟住發哥大嗌：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。張耀揚當年憑呢個角色入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到咗《學校風雲》嘅瀟灑哥，佢直頭將嗰種斯文敗類、玩弄弱勢社群於股掌之間嘅惡發揮到極致。戲入邊佢踩碎袁潔賢嘅自尊，視學生如草芥。據講當年電影播到佢最終墮樓嘅一幕，戲院入邊竟然有觀眾起身鼓掌慶祝。張耀揚後嚟回憶話，睇到觀眾咁嘅反應，佢先係心入邊一沉，覺得自己係咪真係咁乞人憎？但轉念一想，呢個就係對演員最大嘅肯定。如果話烏鴉係狂放嘅極致，一出場就反台跳舞，充滿神經質嘅瘋狂，咁佢喺古惑仔系列入邊嘅另一個角色東星耀揚就係陰險嘅巔峰。佢喺酒吧入邊一邊聽住莫扎特，另一邊就掟洪興嘅恐龍落街，仲話最鍾意聽到啲嘢跌落嚟嘅聲音，然後一副高潮樣，嗰種懶優雅實質殘暴嘅反差，除咗張耀揚都冇邊幾個演員 handle 到。但大家知唔知張耀揚唔單止演奸角叻，佢做冷面笑匠一樣咁出色。最經典莫過於江湖告急，佢飾演梁家輝嘅貼身保鏢君如，成套戲佢都係嗰副冷酷無情，
點知去到生死關頭，佢竟然對住梁家輝飾演嘅任恩九情深款款咁表白，話自己一直愛住佢。呢場戲其實好考演技，因為如果演得太誇張就會變鬧劇，但張耀揚用嗰種極度認真，甚至帶點悲壯嘅語氣講出嚟，反而產生咗一種極強嘅荒謬感。佢喺醫院嗰句本來我鍾意女人，但自從跟咗你，我覺得冇嘢比你更重要。呢種中途轉機嘅忠誠，完全顛覆咗佢過往所有硬漢形象，令人笑到噴飯之餘，又感受到佢戲路其實幾廣。現實生活中嘅張耀揚同銀幕上嘅惡霸完全係兩個人。好多網民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曾經喺街頭撞見過佢。雖然佢個人氣場真係好勁，行埋去會有一種壓力，但佢對人真係非常 nice。你同佢打招呼，佢會斯文咁點頭，說話慢條斯理。佢曾經喺一個舊訪問入邊講過，自己平時最中意嘅活動唔係去蒲，而係喺屋企靜靜啲睇書。呢種文青愛好同佢個身粗獷嘅形象真係極大嘅反差萌。佢話之所以能夠將反派演得咁傳神，竅門就係眼神。當年拍《監獄風雲》，林嶺東叫佢去一啲比較雜嘅地方觀察人性，佢就發現啲壞人眼神特別兇狠，係因為佢哋缺乏安全感。佢就係捉住咗呢種眼神嘅神髓，再配合肢體動作，先成就一個又一個經典角色。佢話其實我係個好好嘅人，你覺得我衰係因為我演得好。講到感情世界，張耀揚一直都好低調。佢有過幾段公開嘅戀情，包括同李麗蕊，但傳得最深刻嘅係佢同台灣女模艾永玲嗰段情。傳聞話1999年分手之後，耀揚哥傷得好深，一度走唔出情傷，甚至對感情失去信心。亦都係因為咁，後嚟傳出佢同草蜢嘅蔡一傑有過一段長達6-7年嘅斷背情。兩人經常出雙入對，一齊健身，一齊出席私人聚會。雖然蔡一傑喺訪問入邊講過，我哋相識20幾年，關係好好，但呢串傳聞始終係網民茶餘飯後嘅話題。直到後嚟張耀揚被影到喺大陸有女朋友，甚至傳出談及婚嫁，呢啲斷背傳聞先慢慢平息。正當大家以為佢會一直穩定發展嘅時候，2014年一場風波令佢人生跌入咗谷底。嗰陣佢喺北京因為隊草同埋嫖妓被捕，當時北京電視台足本播放首部片段，畫面見到佢着住浴袍，大麻放喺火柴盒握喺手心，結果被當場揭發。雖然最後佢只係被拘留20日，但呢件事令佢形象受損。對於一個事業已經步入中後期嘅藝人嚟講，打擊係致命嘅。加上佢本身因為長期拍動作戲，導致腰部椎間盤嚴重突出，痛到生不如死。呢連串打擊令佢最終徹底淡出幕前，移居澳門。雖然近年少咗喺大銀幕見到佢，但大家對佢嘅回憶依然深刻。講到最深刻嘅廣告，一定係當年 Motorola 個系列手機廣告。佢入邊扮一個有錢仔，因為唔帶阿妹去蒲，大玩心戰。廣告每個星期 update 一集，拍到好似微短劇咁新穎。去到中間觀眾不明所以，仲以為個廣告係拍張耀揚去偷食。直到結局出街，大家先恍然大悟，入邊佢飾演有型有款嘅富二代，一樣難唔到佢。而家嘅張耀揚雖然唔再拍戲，但佢喺澳門經營賭場公關生意，生活過得相當唔錯。佢偶然會參加單車賽，或者同朋友聚會，睇到佢60幾歲人依然霸氣十足，但因為茹素同信仰，反而比後生嗰陣更內斂。學佢話齋，佢已經唔係烏鴉，變咗白鴿。但即使佢做咗白鴿，依然係一隻有型嘅白鴿。如果有一日我哋喺街頭見到耀揚哥，或者我哋可以行埋去同佢打個招呼，甚至同佢飲翻杯，一齊唱翻首《愛和啤酒》，重溫嗰段屬於我哋、屬於港產片黃金時代嘅集體回憶。如果你都鍾意張耀揚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同埋喺下面留言分享你最鍾意佢邊個角色啊！